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5拜5下晝嘅客家進行為藝戲呈現組。喺今邊呢就係拜5哦，嘅6月嘅頭一個禮拜，停電就會結束嘅。認真講呢，一下其實關於疫情上動嘅問題，最近連電假日又出現無確診案用嘅情形。故說呢，到6月第2個禮拜一開始，你就會對6月初7起時有動到嘅防疫管制措施就準備愛來檢驗。呢同大家呢，成發有卡太影響呢，可能係啲台中運輸交通工具鴉片。從一下呢，仲係高鐵同台鐵都已經宣布嘅，到6月初7起時呢，嘅民眾呢室外第二站嘅時間，帶電最尾嘅啲抽查時間呢，假設呢要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嘅假設呢查制度方而冇睇到冇睇見嘅民眾呢就做得唔是全場來帶電最尾。係講你先前遇到防疫嘅查制度方呢做唔得食東西，到也為止到6月初7過後嘅查方要做得呢恢復買東西食東西嘅，希望你按年呢陪聽家知道講係哪封片係哪啲片。下來呢就嚟看呢新聞報道。防疫期間，台鐵也下禁止同茶行食東西。台鐵整期片動賣量少量上，因應6月初7防疫新生活，台鐵宣布，雖然呢段時間行後帶最遠嘅量體溫，唔過同茶邊行會恢復賣台鐵片動，然後咪做得到保持社交距離之下，同最遠拿下來食東西。我們還是會請我們的乘務人員來加強巡視車廂。在旅客如果是隔壁座沒有旅客，或者是隔壁旅座有佩戴口罩的時候，那是也是可以開放飲食的。疫情是有舒緩，理論上是 OK 啦，真的是比較方便啦。台灣高鐵對6月初起時竟開放年合作同茶行食東西，疫情過去70位送茶賣手飲料服務，會從6月初7開始恢復，指定茶子沒有開始賣片檔，台鐵呼籲年客做得到同隔壁年客保持社交距離之下食東西。恢復列車推車販售及車上自動販賣機的服務，那商務車廂熱飲跟書報雜誌服務也是一樣恢復供應。飲食完畢，如果無法維持社交距離的話呢，還是要請旅客呢要戴口罩。高鐵講考慮到疫情係慢慢人基礎，而行呢陣時間行配合量體溫帶最係咩？呢陣過後係講做得維持社交距離，做得頭最係咩拿下來。5月節試運期間，高鐵係維持全部查對好，台鐵喺度5月節試運恢復賣機票，限量一票查110張，爭會漲嘅動力。記者新家張文祥特別報道。雖然講呢，對6月初7過後呢，有動到嘅防疫管制措施呢，就停電會來解除嘅。唔過呢，啲鴉片呢，還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講嘅嘅基金其實呢，唔係完全就唔是來做防疫咧。啲從台中運輸公司時節，啲業站呢，還係會帶電，最係咪就唔是，唔係講唔就唔是帶有。一部分呢，還係會提醒民眾，最講呢，也嘅指揮中心係共同大家來呼籲，也嘅防疫新生活運動，就係希望呢，大家呢，就係還係平常時為做好防疫措施，啲平常時呢，大家呢做得不用較輕鬆啲位，嘅假使呢嘅生活恢復正常，一部分呢都還係冇問題嘅。而家呢，亦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停電，就來開始。而家呢就來看一下現場情形。好，各位好朋友們，大家午安。好，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記者會。還沒出來。好，那謝謝大家的光臨。那今天我們的記者會還是由我們陳指揮官來親自主持。那我們的陳副指揮官也在我們的記者會場。另外在出席今天記者會的，在我右手側是我們社區防治組莊仁祥副組長兼發言人。然後各位看在前排最左側，好，是我們的防疫醫師，好，陳婉清陳醫師，好，然後在我們後面一排的，哈，各位最右手側的是我們蘇家斌蘇醫師，也是我們的防疫醫師，好，然後在我蘇醫師旁邊的，好，是我們周宗沛，好，防疫醫師。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說明一下，那我們目前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好，大家好，大家午安。好，那我們今天是仍然沒有新增的病例，好，那累計429人解除隔離。好，那我們在本土的狀況還算是相當的穩定。好，那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例行防疫新生活，好，那跟這個
好，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哈。好像在念经一样，每天都要念过一次哈，因为这很重要，所以要不停的讲。我们希望建立这样子一个个人防疫的防线，好，能够让我们未来好这样的疫情能够控制得更好。那今天等一下我们就请这个边境检疫组哈来报告我们在整个在边境上面的相关作为，我们请组长哈陈次长来说明。指挥官还有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大家午安哈。那边境防疫是不管是从一开始这一次的肺炎的防疫工作，还是接下来边境的这个防疫一直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我们在边境的部分，除了减少这个境外的感染以外，那拦截境外移入的病例，确保我们国内的这种社区防疫的安全哈。也争取让国内的医疗体系跟防疫的物资有充分的应变时间跟准备的能量。接下来，那其实，在边境防疫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所以不管是在机场或是港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不只是跨部会、跨机关，而且是公私合力这个从防疫车队、防疫旅馆、环境消毒、行李消毒。那这个采检的医护人员、护理志工、替代役的役男、保全的人力、航空警察、港务警察、移民官员跟检疫的人员，那整个大家不管长时间习惯的这个在机场或港口 CIQS 的这个团队以外，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肺炎的整个防疫，在边境的防疫里面，从旅客下了飞机开始，那整个团队是充分的合作。那机场公司在这一次也协助了，包括动线设备等等充分的资源。那跨部位之间我们是从入境开始，那整个这个检疫的各单位充分的合作，一直到旅客出了机场进到防疫专车的这种专案。然后不管是去到集中检疫场所、防疫旅馆，或是这个回到自己的住家，其实是整个是一条整个完整的这个防疫的防线，将它锁住在这个专有的通道里面那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国内的这个疫情，从去年的12月31号开始那一天开完这个应变小组会议之后，在行政院副院长办公室开完这个应变小组会议之后，我们在那一天的下午，其实在边境的这个防疫就开始了，就开始登上这个武汉回到台湾的这个专机上面去做登机的检验。那整个时序大家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在1月23武汉封城，然后2月11全面的这个填写健康声明，那一直到3月19，所有的旅客只要入境台湾，所有一律都要居家检疫14天。那后续都有一些，包括5月4号开始，那希望入境的旅客如果你的住家各方面如果不适合作为这个居家检疫的场所，那鼓励大家是进入到居家防疫旅馆去那也相关的这个禁止的部分，那涵盖有2月6号我们禁止了国际邮轮的停泊，2月10号两岸的这个航点缩成5个航点等等。那3月19号开始限制外籍的人士入境，那3月24号禁止在来台做转机等等那也相关的这个边境的管制也跟着时序一直各国的疫情来做适度的调整，那也做这个是一个阶段每一个时程上来做处理接下来。那整个疫情的部分，我们有几个大的事件包括邮轮的事件里面，那第一个是保平星号在2月8号钻石公主号的这个部分，还有珊瑚公主号。那其中还有一个是这个威斯特丹号的旅客从柬埔寨返国的部分，那也都是在整个这个我们在因应邮轮靠泊等等的限制跟检疫上。那我想保平星号2月8号的那一天指挥官登上保平星号去跟所有的旅客做信心的这个喊话，那也跟他们让他们去了解整个配合政府的防疫等等。
那一天我们总共采取了128位的这个采检，一直到下午的3、4点完成全面的采检之后，送到昆阳实验室去做检验，到当天的9点全船阴性，那让整个保平星号的旅客都可以顺利的这个下船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开始12月30日要登上这个登机检验之后呢，那当天其实在1月20号的时候我们就在登机检验的部分首例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我们就被在登机检验的过程里面来做确诊哈。接下来，那整个机场团队的部分，其实包括入境前、入境然后入境后等等，那我们有完整的一整套，包括在机上防护的部分，我们的机组员那也给予了这个完整的这个防疫的措施，让机组员在出勤任务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防护的这个过程哈。那入境前的部分，其实很感谢这一次我们国际的2家航空公司，长荣跟华航，那包括在外站的宣导，请旅客务必一定要去填写相关的资料，那也不断在机上去做一些广播希望旅客一定要诚实申报等等，那这些都得到这个2家航空公司很大的一个协助哈。那包括机场公司跟航站的部分也都充分的配合。那入境时旅客必须要开立的居家检疫书、发烧筛检的健康评估、证照查验、行李销骨等我们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处理哈。那包括入境后，那在疑似个案的部分，我们就后送就医去做治疗。那轻症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是在现地在机场的部分就做采检。那后来的部分有一部分的旅客是我们送到集中检疫场所去之后，来做一个采检的部分。那无症状的，我们就回到我们目前的居家检疫的措施不管是他是这个到防疫旅馆或是这个居家检疫的部分哈。那我们在船舶停靠的部分也是一样哈，也是跨机关、跨这个部会之间充分的合作哈也是在港口的部分也是一样，是完整的 CIQS。那这一次也谢谢航港局、渔业署等等这些跟远洋渔船、跟商业船舶的这些相关的机关，我们也大家一起通力的合作。那也要更谢谢这一些船务公司跟这个远洋渔船公司在这一次在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也有大量的渔工在返回这个台湾来那也得到他们的支持，也让他们确实来执行这个下船进入到这个居家检疫防疫旅馆的部分，来完成整个居家检疫的这个措施好，那这个是远洋渔船那一天整个也地方政府也扮演了很重要因为几个渔港的主管机关都是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在这一次包括卫生局海洋局等等的机关也都充分的一起来配合，跟我们完整的这个防疫检疫的流程那到目前为止，在边境的部分，就是在不管是机场跟这个港口，我们总共开立了15万张的这个居家检疫通知书了那也超过了6000人次的这个采检的部分。那边境的拦检率总共有39%目前在352个境外移入的个案里面有138位是在机场跟这个边境的部分拦检下来的谢谢。那整个边境的这个部分的风险严管是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一项任务。那这个边境风险严管的部分也是确保台湾社区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那我们也谢谢这么多的这个机关单位一起大家通力的合作，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陈市长的报告。其实这里面大家最后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最后虽然在整个在边境上面拦下138个人不过还是要经过我们15万人里面去里面把它抽丝剥茧，把它找出来。那的工作事实上是很庞大，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
好，那不过靠着我们整个的团队，很精细、很细心的把它分类，分门别类。那有一些在机场拦下来，那有一些未来在居家检疫的时候有症状，再把它查出来。另外一小部分是最后在结束居家检疫前，那把它再找出来。所以这个工作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边境检疫组。然后接下来我们其实整体的防疫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幕后英雄，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体在这个疫调，我们整体在防疫里面的最核心的人物。我们有一个团队，那我们今天特别请我们的防疫医师，来特别来，我们也陈婉清医师来概述防疫医师的任务。那周宗佩医师公卫与临床间的横向联系，那苏嘉宾医师说明相关的疫调。所以我们请这3位我们最重要的防疫医师，我是说他们是防疫医师最重要，那他们3位今天代表来说明，应该讲比较精确一点。好，那我们请那个陈医师。大家好。那首先我先来稍微简短一下说明我们在这一次疫情里面，我们所担任的角色跟执行的相关的任务。那主要是有6个面向。那一开始在疫情还不是很透明跟公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防疫师就跟我们的专家委员就到了中国的武汉，去实际了解当地发生的疫情的状况。那另外我们也收集了国内外的疫情的资讯，来协助来政策上的风险评估跟资讯系统的整合。那在边境管制跟旅游限制的状况下呢，我们也参与了规划跟担任包机还有邮轮不同专案的执行工作小组的成员。那我们也每日会掌握病例的临床状况，来作为公卫跟临床之间的横向的联系。那在防疫政策跟防传染病资讯的工作沟通跟国际合作，也是我们参与的一部分。那最后当然就是担任疫情的紧急应变小组的成员，赴第一线来参与疫情的调查跟防治。那接下来就由周医师跟苏医师来详细介绍我们的任务。以上。大家好，我在这里代表我们防疫医师团队跟大家简介我们在疫情当中所执行的任务。因为防疫医师有临床的专业，我们来自不同的专科。那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负责的就是公卫与临床之间的横向联系，包括我们区管中心的防疫医师呢，每天会会诊确诊个案的资讯，然后协助临床沟通和个案的主治医师提供他们专业的咨询。那我们也会搜集最新的科学文献，包括治疗、诊治、预防、疫苗，提供专家委员还有各个组室的政策参考。那我们也会依现在的时政来更新我们的临床处置指引。右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临床处置指引，从1月底到现在已经更新到第6版。那最后就是我们也办理临床研讨会，和临床医师交流各种处置，还有最新的流行病学资讯。那左下角的图是我们办理线上的临床研讨会，那中间的是我们专家咨询委员会开会的情况。请看下一张。那另外防疫医师的工作，我们也负责跟大众沟通，包括左下角的防疫大作战，有多位防疫医师都有协助卫教影片的撰稿和拍摄。那我们也会出席记者会和媒体邀访。右上角的就是出席不同的节目，包括对大众进行卫教，或是对于疫情的发展做一些解说。那最后就是我们会参与国际合作跟学术交流。中间的图是我们防疫医师出席欧洲商会关于疫情的一个讨论会。那左边的截图是Bloomberg 这个媒体访问防疫医师台湾面对疫情的一些回应，那也刊登在重要的媒体。那下面中间的图是我们防疫医师在执行疫调之后，因为个案跟立法院的在院会当中有被提及讨论，所以我们防疫医师也赴现场解说疫调的状况。那接下来请苏医师。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哈。那我在这边代表防疫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做的一个疫情调查与接触者追踪的工作。那防疫医师原则上呢会跟这个同仁呢混合编组成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叫紧急应变小组。所谓紧急应变小组，就是当我们如果一旦接到通知有这个确诊个案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带着我们调查需要的一些器材还有防护装备，
甚至裁剪的装备到现场去执行这个疫情调查。首先我们会收集个案的相关资讯最重要就是要确认这个病患的发病日。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潜伏期最长可以到14天，所以我们会询问他到发病前14天到隔离前的行程。那这段时间他的行程呢，中间有接触过任何的密切接触者呢，我们会进行调查以及列表造册。那我们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呢，也就是如果你在没有适当防护装备下，曾经跟确诊个案有近距离而且长时间接触的人呢，我们就会把它列为密切接触者。那这些密切接触者呢，我们会分成一些层面来处理。如果是本土个案，我们需要追查它的感染源。那因为我们这个疾病它的潜伏期呢是发病前1天到发病前14天，所以这段时间呢，如果中间的人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这个本土个案的一个感染来源，那我们就会调查这一些接触者他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如果完全无症状呢，那我们会进行卫教跟健康关怀。但是如果有症状，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感染源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进行采检并送医。好，那这一些个案是找感染源的部分。那这一些个案它发病之后，它具有传染能力，可能会把病毒传播出去。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进行接触者的追踪。那这些接触者的追踪，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个案，它在发病前2天开始就有可能可以有这个能力把病毒传播出去，一直到它被我们隔离起来为止。所以呢，我们必须追踪它这段时间所有的接触者，然后呢开立居家隔离通知书给他，请他居家隔离。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症状呢，那必须要在居家隔离期满14天以后呢，才能够解除隔离，在自主健康管理7天。但是呢，如果这些个案他在当中发生了任何的症状，或者是我们判断他的感染风险很高，比如说他是确诊个案的同住的家人，他的风险非常高的话呢，我们也会把他送医并且采检。好，这个就是我们大概做的一个疫情调查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那我们在这边想要表达的是，疫情调查其实不只是防疫医师，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那我们在这个疫情调查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需要的就是大家的协助。那在这边呢，除了防疫医师以及我们疾病管制署各区管中心的同仁之外呢，其实各县市的卫生局、卫生所的同仁也给我们相当大的协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要仰赖临床的医疗人员跟我们的帮忙，以及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呢，有一些警政单位的同仁呢，也给我们在疫调的时候很大的协助。那除了很多给我们协助帮忙的伙伴之外呢，我们在这边很重要的是要感谢这一些曾经被我们疫调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接触者，因为他们的配合疫调，然后才能够为社区呢建筑一个防线，然后呢避免这个病毒散播出去。好，那这一个疫情调查呢，其实不是只有单纯是一个调查的工作，其实也是需要互相的信赖跟配合。所以在这边呢，也要再次感谢这些过去曾经被我们骚扰过、被我们这个调查过的这些朋友们。好，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陈婉清医师、周宗佩医师跟苏家斌医师的介绍。那他们就是除了就是说，要做非常重要第一线的工作之外，那也要收集相关的资料，作为我们整个指挥中心跟专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僚。那也感谢他们能够架构出跟我们相关被疫调人的信心，那也跟能够率领我们相关的人员一起把这个工作完成。那其实台湾的整个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把它称作一个精准的疫调，让它的基础其实也靠精准的防疫，也是靠着我们精准的疫调才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成绩。那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防疫医师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防疫医师是在 SARS 之后，在美国那一套学来台湾嘛？那经过台湾这一次的疫情之后，防疫医师的一个编制或是未来的发展，部长或者是署这边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那第二个是想要问防疫医师，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有没有疫调让你们觉得特别困难、触礁或者是搞了很久的一个经验跟记忆，这样来分享一下？谢谢。好，我们一直都始终非常欢迎我们有优秀的医师能够加入我们防疫医师的行列。那的确，他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的挑战，
那除了要具有临床的扎实基础之外，那同时呢，也必须要在进来的之后还得接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共卫生训练。那同时呢，也必须要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那累积临床跟公共卫生如何合并一起来运用的这些的技能。那我们的防疫医师都非常的优秀，几乎我们的防疫医师都是取得专科医师了之后，然后才愿意再来投入这部分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们。那但是呢，我们除了我们有现有的防疫医师之外，我们也很欢迎有目前那如果已经专科医师训练已经快要结束的我们这些的医师们也能够投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的确跟临床医师很不一样。该怎么讲呢？我们走公共卫生就是这样除了临床的这些走之外，它会比起临床的这更多元，接触的面向更广，然后面临的更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其实还是蛮有趣的。谢谢大家。那其实，在疫调的过程当中，各位在这边几个月来听到的一些本土个案或者是境外有造成台湾群聚的个案，其实我们几乎台湾医师团队几乎都有参与在其中了。其实有很多酸甜苦辣，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其实追查的情况就是很难找到来源，但是我们努力的互相讨论，找出一些可能的线索，然后尽量加以调查。然后其实有蛮多也蛮因为我为什么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要特别感谢病患跟家属，因为其实这些病患他本身他生病了，而且他会有很恐惧，那会不会传染出去？那他的家属也很恐惧，我被感染了会不会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其实都需要我们很多的资讯来安抚他，然后呢一步一步来跟他讨论可能的一些情况，然后让他们解除心防，又告诉我们他的一些行程，然后我们能找到更多的接触者，然后呢来加以预防疾病的传播出去。那比较印象深刻的，我个人的印象深刻就是大家知道说台湾有一例这个第一例的死亡个案其实我们在接到讯息的时候到医院去，他已经死亡已经往生在那边了，然后家属呢也都在医院里面。那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决定我们该做什么调查，然后也要跟家属做疫调，然后甚至要到他家里面去做一些环境的调查。那在那个时光，因为家属又刚亲人过世，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非常沮丧的。那我们又要这样子一直问他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心有这个很不舍所以其实在防疫的过程当中，这种疫调其实在都是显示出需要这个家属跟接触者一起来配合我们一起来调查。所以我在想的是说，其实在这个疫情的防治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无名的英雄特别是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一些病人跟他们的家属，他们才是造成我们台湾疫情防治这个最有效的一个后盾。好，谢谢。各位好，自由时报，可不可以请防疫医师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防疫医师们公认就是最困难的疫调是哪一个案例？比如说我们国内加上敦睦舰队有11例不明感染源的案例，那这11例里面可能最难的是哪一例？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疫调里面有找出感染源的这些案例中，哪一个你们觉得最有成就感？可不可以就是大概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案例这样？谢谢，就是这两个。我来简短回答一下。我们大概觉得目前大概最困难，大概还是刚刚舒医师提到的第一个死亡的个案那个时候啦。那最主要是因为它其实是我们透过回溯性的监测系统才发现的一个个案。那而且时间从知道到它病况变化，其实这当中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是在当时就马上派了一组人下去来做调查。那调查过程就像刚刚舒医师提到的这些，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在到之前，其实个案就已经往生了，所以其实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在不管是医院里面医护的同仁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部分，那再来一个是家属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在
整个回顾整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觉得会是比较棘手的一个案子。以上说明。也许大家还记得，在第19案例的时候，监狱是一个第一例的死亡的案例，所以社会也是相当的恐慌。所以那天就看有很多的爆料嘛，从那个说尸体到底有没有处理好，到那个，那到后来就衍生到他同一桌多人在讲，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就到别的县市，好几个牵涉。这案子其实牵涉的算是很广。好，那又时间点上面用大家第一个死亡的案例，所以大家也比较紧张一点。不好意思，也是想要请问一下方医师哦，就是我们刚有提到，就是说比较困难，就是有突破心防啦。那有一个案例，我们就比较特别的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案例，就是他比较需要，他原本不太愿意说他的职业别，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突破他的心防？这个是让他愿意去吐露他的心声，还有他的接触史，还有一些确实我们对人的记忆比较有限，对14天前的记忆，我接触过谁，或者是我曾经到哪里，不一定是完全能够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样的方法去掌握他们，去追踪他们？再来就是几位台上的几位其实都有在我们防疫大作战里面都有出现过，然后最近电视上都有。那可是防疫医师的角色通常没有这么在前端，比较中后端。我们如果我们一直自己看到自己一直高频率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又是怎么样呢？好，那我说明一下，就是怎么样突破心防，跟比如说个案他有一些记忆上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那其实就像刚刚徐医师提到，其实我们在这次疫情调查，其实要特别感谢是警政单位的同仁的协助啦。再有一些就是不是很确定或是很难以去厘清的部分，其实我们是透过我们警政单位的朋友来提供一些类似像足迹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可以再进行后续的比对，再跟个案之间来做确认。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警政单位的同仁。那第二个部分，我请舒医师。谢谢。其实我们的立场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常常上电视了，因为如果上天被他认出来，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大家就一定发现说，我们这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子，所以你才会跑来这样。所以这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比如说我们到哪个医院去，医院就说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个案这样子。其实对，不过怎么样，就是选择担任防疫师的角色，确实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除了能够做这个疫情调查，然后还有文献的回顾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跟大众的一个沟通的工作了哈。所以我们也很虽然是常常露脸，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最正确的一个疾病防治的知识能够带给大家，然后有一个良性的沟通。那这样子也是有助于这个我们大家来防治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工具。谢谢。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2题想请教。第一题就是之前指挥中心有提到4阶段的解封，但还未定案。那请问现在是否已经定案了？然后有哪些国家开始在谈？哪些国家会是第一批？那时间点大概会定在什么时候？那如果没有定案的话，症结点可能是在哪里？另外也想要请教说，在什么条件下，可能指挥中心会从1级降至2级？那第二题就是食药署今天有宣布核准首件国产武汉肺炎抗体试剂，那食药署会不会公布厂商明年的购买的厂家受骗？谢谢。那1级要降到2级或降到3级，其实这也是从开始就是那个世界的疫情都还在的时候，大概一时在因为也要进行一些边境的管制，所以大概一时之间也不会降级。那第二个大概在边境上面，我们在既有的一些方式，然后一些步骤，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划。
那不过就如同在昨天教育部这个案子一样，我们现在决定就是说，在境内松绑的同时，不要再同时跟境外的大规模来做，所以这两个要把它切开来，等到境内松绑比较稳定了，那我们再来逐步做境外。那至于在境外这一部分，当然这个时候对于个案有积极需要的，那我们会积极的用个案的讨论，那协助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活动来进行。好，那疫苗看不太清。你说抗体怎么样？试剂抗体试剂，就是今天食药署公布，就是核准首件国产疫苗抗体试剂，然后食药署会公布那个厂商名吗？因为他药证拿到了，那自然就会有一个名字了嘛。好，那我们食药署不会是刻意就去公布说哪一家，那有这必要吗？你要买？我是说这个东西它只要这药证有了就会有嘛哈。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境外生开放，教育部曾经有提出说是不是分梯来台？想请教当时跨部会议中没有采用的考量是什么？另外有大学校长提出说，是不是境外生来台可以跟商务人士一样是列为优先松绑的名单？想请教指挥中心有这样子的考量吗？谢谢。第一个境外生没有列在我们这个优先的哈，我们上次就讲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优先的，属于经贸产业、国际医疗、人道这一类是比较优先。那境外生这属于应该是一个专案的性质。那这个问题我昨天也刚刚也才讲过，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的整体的政策的方向就是边境风险严管，那境内松绑，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境内的松绑把它做了一段落之后，然后再来开始做境外。那不过在这个空档期间，那我们会就必要的一些活动，那做个案的沟通跟管理。不好意思提问，那个刚刚指挥官有说，就是因为境内现在就是等到境内松绑比较稳定之后，才会开放境外的部分。那所以这个有关于国外这个国际航班来台转机的部分，是不是也还没有这个详细的规划的时程呢？我们先做准备，转机的部分先做准备，所以会先请机场公司跟这个民航局来对于机场的动线先做一些详细的规划，因为过去转机的旅客跟一般入境的旅客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好，那因未来长期或者是常态化之后，那我们先做这方面的准备。那等时机适当，那整个这个社区也都很稳定的安全等等，我们再做一些研议来讨论。那也补充一下，这跟市长在讲。那不过这个因为在转机，它并不会进到我们里面的社区来，所以大概就两个嘛，还有一个就是机上的防护的问题嘛。好，那现在机上的防护看起来，现在目前来讲都做得相当的稳定，也相当好。那第二个进来在转机的那个，刚才市长讲那个动线，那如果在动线能够把它能够入境跟要走出去的能够做一个适当的区隔，那基本上就可以根据航空公司的需要，那大家可以就来做讨论。部长好，想请问一下，7号开始可以在双铁贩售便当，然后也可以在车上吃便当。那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也会开放饮水台，就是饮用的那种平台式的，然后或者是有贩卖机这些部分，可以帮我们大概讲解一下这个部分吗？谢谢。那个吃便当的时候，就跟喝水是同样的一件事。那这个我们就双铁的部分，我印象中是6月1号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开放了。那6月7号双铁好像也是，只要你在这个离峰的时段，那可以维持一定的社交距离，那可以免戴口罩。它现在的规范是这样。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就戴口罩或维持社交距离，好，就是这样子一个区隔的保护。好，所以这两个哈，怎么样这样灵活的运用，一方面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那大家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的比例越高，那我们社区的防护就会越好。好，所以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最后我还是要趁着机会，我们谢谢我们的防疫医师这段时间的努力。好，那未来也希望这个也作为广告嘛，哈，将来有志于这样公共卫生跟防疫事务的，年轻的医学生们可以来跟我们这防疫医师谈谈这钢骨谈也可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里来谢谢大家。中心的记者会已經結束嘅，佢近邊呢記者會內容呢，其實呢同前幾日差唔多。主要講呢，一個重點呢，唔係啲疫情，係啲台灣嘅防疫成果。如果呢呢個針對疫情嘅部分，啲鴉片呢，係呢簡單同大家來做嘅以下整理。今日指揮中心係宣布講，近邊國內係無確診嘅，已經累計有429人解除隔離嘅。係講呢，以下呢解除隔離嘅民眾同籌備來比，已經有增加13人。係講呢啲記者會當中呢，一個指揮官陳時中呢，係呢堅同大家呼籲，第四家講呢，記住像係上緊用嘅係經驗，咪就係希望呢大家呢為好好來配合防疫新生活運動，為大最尾為保持社交距離，係個為保持為維護世界經營衛生。希望呢接下來雖然講台灣疫情同問題呢，唔講呢啲防疫措施係為牢記做好來。係講呢啲近邊呢一個防疫成果嘅報告當中呢，有一個重點就係啲邊境防疫一個部分。其實呢一個邊境防疫呢嘅指揮官陳時中就同大家講，其實呢針對台灣防疫一下疫情呢會按問題。其實呢啲邊境一部分啊，正經係要做到動態公路，要動到嘅確診案例，動啲邊境鴉片。而呢個呢其實關於佢嘅防疫政策，尤其係針對邊境鴉片係作為有動到嘅調整。一塊是呢其實呢係啲中國嘅片呢將標出疫情嘅時節，故說呢台灣啲1月26時節就有針對湖北省來進行邊境管制措施嘅。唔講呢下來呢嘅其實中國嘅片呢疫情呢係檢測更厲害，故說呢將國家冇經驗到2月初6嘅全中國做哪一枚一啲邊境管制措施嘅範圍度空。下來呢認真講一個武漢肺炎呢係一個天天一個國家檢測更快來，故說呢國家台灣到2月27就針對其他國家，像係韓國係清楚來實施總定入境嘅國家哦。到2月3月24就會針對歐洲嘅其他國家，韓國有像土耳其嘅國家，到3月19咪就係佢嘅邊境都牢記封鎖起來，嘅其他國家民眾呢都總定入境，希望呢為來維護國內嘅所有民眾嘅空間安全。那我呢其實呢，一個報告當中呢，沒有同大家講到一個邊境管制措施，為做到整件無案怪哦。佢唔係講一個指揮中心，一個單向，一個鋪費就整件做得到，而係為同道嘅所有嘅相關鋪費人員向下來合作，將做得到。佢從係海關啊，韓國有從大家做比樣嘅時節，然後呢韓國有從連啲國內嘅機場查司機，韓國有從一條分店嘅離港嘅檢查一條，都有來配合亞白嘅邊境管制措施，嘅指揮中心就有統計一個數目字哦，最講亞白呢其實呢有超過6000人次係啲機場嘅片，就已經有整條嘅將來做採檢。韓國呢亞白呢國內總共有352對境外泄露來嘅確診個案，嘅其中呢就有138人係啲邊境鴉片來查到嘅，嘅比例差唔多有39%嘅死傷案度。最講呢一個邊境管制措施正經係為台灣呢做一個防火牆，然後疫情同啲國外，嗰種呢也係呢台灣疫情同其他國家相對來講就較穩定，清楚有呢最講啲邊境
因大部分呢有做到同好，因为近边呢有关记者会当中相关报告嘅重点哦。好，因啥呢？我这个继续来看到，就系讲，人家以前呢，其实关于系相当嘅问题，故上呢嘅关于嘅经济理由也部分停电就系来启动嘅。嘅针对呢交通部就有针对讲嘅安心关于理由嘅补助，都系青年初一家下就会来实施哦。虽然讲呢，今年暑假呢会卡满地位，都会青年15将来开始，唔过嘅相关的理由补助，基建呢为啲青年的就会来实施嘅。认真讲呢，都会青年的半年呢就系一般民众同好去老了时期。故种呢一下呢，政府呢就希望呢关定一个时节，一个呢来这个带通受到疫情影响动态嘅观光产业。佢有乜嘅措施呢？佢清楚呢就针对讲民众自由行嘅部分，一件件房大3年为补助1000的元，也摆呢系汉天讲补助100天。如果你假使去到离岛嘅相关的次数呢，会增加一批，会增加到200万多。系讲你假使呢系团体旅游大3年，当然会有700元按用嘅补助。嘅无汉天系平常日，还系2日都做得来申请。佢针对按用嘅补助措施，其实民众主动期待哦。希望呢，认真讲一下呢，假使大家出去老了，嘅政府还会同腾出钱哦。嗰种呢，嘅所有嘅民众呢，都同欢喜哦，都同希望讲，稍来呢做啲价格啲关于来进行嘅旅游。唔过呢，针对一部分呢，还系有更多嘅压榨，加到呢，还系啲看，加到呢，就因为讲政府呢，可能唔但想嘅补助措施，可能还会有其他批托等等强下来做，对贵嘅关于嘅观光旅游将有很大睇帮助。形容世界透露，前师傅嘅腳切做一對一對，另外一片眉頭轉皮。疫情及得咧人潮回流，利數業者對準國力市場，但是民眾講，請麻煩嘅還係安排出料嘅時間。假日的話，變成你人多的話，變成比較不會想要去使用它的。因為有很多行業它是不能只休假日的，對，它會休平常日。由疫情時態，政府變經濟，就行政界宣布進行3倍嘅委託青年新來設施，促進國內消費。交通部未加碼推出安心國力補助，希望民眾投國內了。交通部長林大勇表示，往擺國力補助態勢排除了業，禮拜平時了業做好些形象。這是全家出遊，幾乎是可以說免費的旅遊了哈。那這一點，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有爭取。那行政院在協調之後，也呢很鼓勵搭配振興券。禮拜嘅補助自由行一個間房補助1000塊，團體旅遊特色當日補助700塊，一團請到3萬。另外可比起離島了，還加碼補助到1000，一團請到15萬。時間前日初日到10月底，無分平時也係2日。唔單止係幾年來補助增高，修復嘅人數未增多，其中一人認為要積極來做好相關配套。電商的平台是不是可以使用像一些線上訂房的系統啊？那跟它後續的執行的相關的辦法，這些我們這邊的操作模式，我們當然都還要希望可以有更完整的資訊。李少英表示，民眾攏希望由非嘅範圍進來進態，淘汰嘅還未清楚政策前，還都使用用選規劃立場嘅人係多。雖然入者寬厚政策，但是實施嘅細節同係社會方式，望要清楚嘅規定，呼籲要積極聽取配套同相關機制。記者林天生、江淑媛台中投件綜合報道。唐公呢一下呢有當多民眾認真今年冇辦法出國去老了，嗰時呢家條呢就老出國嘅經費呢使轉來啲國內來旅遊哦。嗰時呢唐公都為今年暑假時節，啲台灣嘅動辦鋪地區包含嘅花蓮同台東，香港有像離島啊、像澎湖、火燒島呢啲所在呢，嘅當多嘅間房呢一下呢都基建本年主穩強強嘅。嗰時呢假使民眾呢啲暑假期間想要出去老了，可能呢一下呢就要好好開始呢來規劃，開始去聽間房嘅。佢假使呢民眾唔想去到東鋪，也係講去人卡道嘅所在人接人嘅。鴉片呢有一類好先車提供俾大家來做參考，就係呢客家種其實呢咩同合適去老了所在哦。因為客種好老了所在呢，近邊呢會同大家呢來推薦所在，就係啲後龍嘅懷舊老人鴉片。嘅廿幾年呢，其實呢嘅地方政府呢都針對一啲客家種呢有更多嘅建設咯，希望呢來提高一啲旅遊嘅品質。嗰種呢一啲
黑龙嘅鸦片啊，就嘅地方政府就有做一个此行查路哦。给民众呢，去到黑龙嘅片，唔但相对的看到一个系动态嘅封查，韩国呢，认真一个封查，提点一个海顺的风景，看起来呢，系真件非常非常的强哦。第几年啊，就一到民众好去到嘅就会当黑龙嘅片嘅。做背用一个封查来做背景来协商哦，然后呢就会讲，现在呢已经有一个此行查路哦，故说呢啲鸦片推动哈不是民众规划看你路轮体系强下呢去运通，也系讲去行标看看啦。下来呢就来看NH新闻报道。太太嘅風力發展，當陽嘅開放，還有新開嘅劇化，黑龍鎮有名嘅景點，海角樂園上海嘅自行車道，做喺黑龍鎮濱海自行車道，向南ขี่2公里嘅路上，規路有風力發展同海景，還做得許多呀仲高嘅景點。整修好了，那我們這個可以連接白沙屯拱天宮的媽祖廟那邊的人潮，然後跟我們的這個好望角這邊的人潮可以串聯起來。不過呀，自行車道已經鋪設19年，部分路段嘅路帶就本海水夾脫，其他有表現看唔清楚，路面直接積水，南關上路也都清欠，用路業做指導品質唔好，也路面整修嘅部分，來非常嘅體育署議員表示會補出500萬，不過路帶嘅部分，作為由主管機關水利署來聽數。因為這個案子呢，事前呢，在國奧會就討論過了，原則上呢，我們水利署呢會來支持，來優先的趕快來處理這件事情。我們會請水利署來補救如何這個掏空的部分，把它改善完成。除咗黑龍鎮南片嘅自行車道，出海後北片長1.2公里北向嘅自行車道，每因為啟用超過10年，一度實施廢鐵，體育署未同意補出，要路面鋪設經費3000萬。不過兩片嘅南關就會同水利署2號區來爭取補出。黑龍鎮公所表示會再來協調，希望南北兩片嘅濱海觀光設施做到較持續來。客家新聞總之面苗栗報道。同時朋友家呢啲新聞報道都好呢，就會看到其實呢一個自行車道唔但像風景動靜哦，韓國呢其實呢嘅故意過程當中呢，長短短呢也差唔多2公里天天，嘅假使呢小朋友去騎呢唔會太快哦，嗰種呢都同合適民眾啲禮拜6日嘅有病了時間呢，都早日呢去到黑龍嘅海角樂園嘅邊呢自行車道去行了啊，尤其呢嘅黑龍嘅邊呢還有當到好料好食嘅素材哦，仲係講嘅邊呢有菜天然就很提供係一個運到奧林匹一個細點嘅哦，嘅片呢就有一個小食咯，其實呢咪係菜天然同隨機呢一個素材嘅鴉片呢 ND 下種好老景點提供俾大家來做參考。嘅以上呢就係28夜客家新新聞，嘅其實呢都會按部下時節，呢指揮官陳時中就會去到假意嘅片做解。進行採體觀光的順飛之列，而家先呢有乜嘅清醒嘅消息，會隨時同大家來做重複。個以下呢就係28夜客家新新聞，感謝大家收看。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觸摸客家新新聞。